哇！我都唔知穿唔穿得，穿唔穿得。我咪全部都係好朋友嚟嘅，又唔止一個嘅。咁原來我唱唱埋埋都其實都幾好嘅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所以係要 keep 住身體健康。娛樂資訊一網打盡，記得留意阿蓋嘅娛樂大內密探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Fred 鄭俊弘。我諗大家認識我最多就係我係唱劇集嘅主題曲啦，就叫做 OST 啦 ，Original Soundtrack。咁我哋今次咧就都係想係用 OST 呢一個主題，但係我哋轉咗嗰個意思，變咗 Our Secret Tale， 即係一個我同廣州粉絲一個秘密嘅故仔咁樣，都如火如荼㗎啦。rehearsal 咗第一輪啦，咁嚟緊就第二輪啦，咁就都開始成型㗎啦。咁我希望係透過我嘅音樂就話俾大家知我係個咩人，因為好少機會真係可以喺真身見到廣州嘅 fans， 希望將呢個距離拉近啲咯。有㗎，其實大家都熟悉我嘅係劇集歌啦。咁原來我唱唱埋埋都其實都幾多嘅，咁係要揀啊邊啲係對我嚟講嘅意思又會多啲咧，即係大家要熟悉邊啲咧，咁就都花好多心機咯。哇！我都唔知穿唔穿得，穿唔穿得。我咪全部都係好朋友嚟嘅，又唔止一個嘅。咁我諗只係可以穿咁多。喺咩層面上合作咧？喺音樂上定係劇集上？劇集，其實興奮啦，緊張都有嘅。有少少擔心，因為之前有少少感冒，今日仲係有少少喉嚨痕啊，會想咳啊。希望6號啊，希望好盡快100% 康復翻，咁就可以唱到我自己想唱嘅標準。但係你2號仲要跑步喎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所以係要 keep 住身體健康，所以都要係呢幾日要好翻。係啊，最大就係呢一個慶祝㗎，可以同全部朋友啊、fans 啊、公司同事啊、團隊啊就一齊去慶祝。